川普咧，為咗呢件事咧，已經耽誤咗60日嘅時間，加加埋埋，連埋談判，連埋停火就60日，俾人哋有機會咧，全部啲嘢咧就補翻晒。所以咧，而家伊朗好狼喎，周圍放導彈去俾其他啲國家度，一路打，仲要打死喺約旦，仲要打死3個美國人喎，美國軍人喎。所以呢單嘢咧就實際係 Trump 嘅失誤嚟嘅。當時咧就唔應該對付呢啲人咧，點可以同呢啲人談判咧？呢啲人談判應承咗嘅嘢，佢都唔會做嘅。佢就以為有時佢即係哎呀，你殺咗人哋老豆喎，你又殺晒人哋全部嗰啲領導，你仲以為人哋會同你談判？佢有時有少少真係以為即係。可能太成功啊！喺委內瑞拉太成功咧，咁啊變咗咧自信心爆棚，咁就俾人拖咗個60日。60日有問題嘅，我話俾你聽。60日咧，而家美國裏邊咧，美國咧真係以前咧打越南戰嗰一陣嗰陣時咧，最就忌啦。每晚新聞報導死咗幾多個人，每晚死咗幾多。雖然今次死得好少人啊，但係人哋喺電視機嗰度睇到嗰啲運嗰啲棺材翻到嚟啊！呢樣嘢對美國人嘅心理係好大打擊嘅，一個油價又好大打擊嘅，即係日日要入油噶嘛，嗰啲啲汽車個人又要入油。一個咧就係呢個而家油價又起翻咯，一個咧就係運棺材翻嚟啊！呢啲樣嘢咧喺美國就係好罩忌嘅嘢嚟嘅。咁你仲要佢打勝仗又要攞錢，國會攞錢喎。咁嗰啲美國人覺得，哇！呢啲同我哋無關喎，嗰個霍爾莫斯嗰條海峽都同我哋啲美國船都唔喺嗰度過嘅，啲石油我哋又唔會用佢，點解我哋又要死人又要俾高油價？咁咧而家咧仲要啲物價又高咁點解我又要出埋錢添？我哋點解要咁做咧？呢個阿 Trump 就話我為咗佢唔俾佢做核武啊！咁而家核武都就運咗去喎，轉運咗嗰啲離心機咧，就轉運咗另外一個叫做嗰個讀金字邊個高字到個稿啦，就隨便當佢稿啦。呢個有幾個讀法㗎，有個叫酷，有啲人讀酷，有啲人讀稿。咁咧嗰個稿山嗰度啊，實際英文咧嗰個譯名咧就叫做 PIC，PIC 就係 G，X 就係嗰個嘅一個斧頭。實際個虎頭山，個虎頭山咧就係用花崗岩嘅，就好鬼有成400公尺嘅花崗岩喎，點搞啊？要炸穿佢。不過我嘅睇法就唔係咁樣，我覺得咧阿 Trump 咧，佢而家咧原本喺以色列已經有60架運油機啊，專門係同人加油機。佢而家運多60架過嚟，我估計啦，佢咧就應該咧就守住成個荷爾莫斯海峽，包埋呢個地方。然後派人落去咧，清咗佢啲嘢出嚟咧，跟住咧就走。但係嗰陣時做緊嘢，派人落去嗰陣時咧，嗰啲飛機喺上邊啊，全部保護住佢哋。我估佢有啲咁嘅諗法，而且同埋以色列較惡份啊！以色列已經有人聽講啊，以色列已經有人咧潛咗入去伊朗裏邊。咁所以咧，佢而家咧係早知就即係冇辦法啦，已經停火，等人哋對方嗰度咧有中國喺度幫佢手嘛，暗中幫佢手嘛，所以佢啲導彈基本上搞翻掂，啲無人機咧就即係好多喺山裏邊掘出嚟，你炸就炸咗啫，掘翻出嚟收翻啫嘛，啲嘢唔係收唔到嘛，嗰邊有的是人係嘛，即係佢阿 Trump 以為係美國梗係炸壞咗冇人收你噶嘛，但係人哋伊朗嗰啲有咧，你炸佢山窿，佢又掘翻個山窿出到嚟，你炸爛佢啲飛機佢裝翻啲收翻啲機，即係佢啲人嘅性格同美國人唔同啊嘛，美國人用完就抌噶啦嘛，就所以呢個問題咧，而家實際都幾棘手，但係佢冇辦法啦，而家已經騎虎難下啦，只有咧逼住咧硬住頭皮咧，就一路咧就撐到底。撐到底係個目的係咩？就消滅呢個政權，唔係話咩更替啊、咩代替啊、逼佢冇得逼嘅呢班人。呢班人已經有啲呢等於係咩咧？佢又有宗教喎、佢有啲咁嘅佢實業派嘅宗教，加埋佢呢啲革命精神，仲衰過中共。中共咧就革命精神啦，共產黨嘅革命精神。但係呢班友又有宗教，又乜嘢？佢覺得咧要死咗都冇事嘅。中共就唔係喎，啲人咧知道死咗就玩完噶咯喎。但係佢呢班伊朗人咧，佢覺得死咗之後咧上天堂啊，又唔知幾多個處女等住佢咁啊。
所以啲咁嘅嘢喎，呢啲有黐線嘅，啲有啲，所以呢啲有真係冇晒辦法。所以阿出當日咧，即係60日前咧，應該炸到佢完為止，炸到佢完全即係翻唔到嚟啊！然後咧你就直情去接管佢。而家呢，有佢幾樣嘢做緊嘅，以色列同埋美軍咧係實際喺度準備緊落地啊，跟住咧攞咗就走。但係咧佢另外咧嗰個庫爾特人啊。佢庫爾特人咧有嗰個庫爾特人咧，佢已經差唔多傾好數啊，傾好數咧就庫爾特人嚟一路嚟，基本上幫手啊，嚟消滅佢呢個政權。咁就而家睇啦，我睇嚟緊就實際應該好精彩嘅，冇可能噶啦。如果再停火嘅話咧，咁成啲美國人，全世界都笑佢啦，變咗個國際笑話。你又俾人呃啦，又俾人呃啦，我哋都識講啦，咁個個都識講噶啦。咁你仲有咩面子啊？川普好要面噶嘛？呢個人真係好咩噶嘛？好啊！呢個即係佢慣咗俾人讚噶嘛，唔彈得一彈得佢就瞓都瞓唔着。呢個係咁嘅，呢個人又好牙擦嘅，呢個人好牙擦都不得了。所以我睇咧呢件事咧，就而家咧佢只有一條路噶啦，就係一路做到底為止。做到伊朗直情嗰個政權係消滅，然後咧就等啲另外一批人去接管個政權。咁當然個結果咧，如果佢做到嘅話咧，所有伊朗嘅石油輸出咧就由佢哋控制啦。由佢哋控制，好似委內瑞拉咁樣。伊朗不得了啊！伊朗係第五啊，全世界第五嘅儲量啊！又有同埋佢有好多天然氣添。啲天然氣咧，佢而家暫時咧全部係國內用嘅，仲未出口嘅。如果嗰度出口就不得了啦。伊朗嘅天然氣同埋石油出口，淨係賣俾印度啫，已經夠晒啦。個市場已經夠啦，好近啊嘛。佢同印度只不過隔住一個巴基斯坦啫嘛，好近嘅。所以咧變咗佢所有嘅氣同埋油啊賣俾印度啊，就已經就冇晒問題啦。咁伊朗嘅即係所有可以第一用美金支付，咁美國最緊要用美金支付啦。第二咧就嗰個人民咧即係可以變翻一個正常而且係富有嘅國家。咁呢個就係實際係長遠，但問題咧就係而家咧係侵喺國內壓力好傷。就係佢而家做幾度嘅國內有幾樣嘢打緊官司，有立緊法咩拯救美國法例。如果佢呢啲打官司又贏，呢個拯救美國法又通過得到嘅話咧，咁咧就可以叫做打消啊，可以對叫做咩？可以對消嘅佢喺民望嗰方面嘅，唔係叫做抵消，係對唔住，抵消民望嗰方面嘅損失，喺伊朗嘅損失，就用立法同埋喺官司嗰度咧，就攞翻多啲票中期選舉講緊但係實際而家咧都幾失票，佢實際好成功嘅，但係就係呢個伊朗俾呢個伊朗拖死。個好多人都警告佢，實際美國裏邊啲人警告佢，自己共和黨啲人都警告佢，哎呀，你唔好冒咁大嘅風險啦。講到最後，美國重要啊嘛。你話美國內政佢個權力重要，佢如果個權穩妥嘅話，以後咧遲啲咪遲啲咯。你好多嘢可以做噶嘛，全世界而家你就算有導彈有核武器都唔係咁惡啫，因為美國全部有啲愛國者。啲愛國者好使，愛國者導彈好使得㗎。你打咩過嚟咧，佢可以擋住你嘅。咁變咗咧就唔係嗰啲咩以前咁話伊朗有咗核武器就死緊。你老實講，而家以色列大把嗰啲，佢又有佢叫鐵拱美國整緊個金拱啊。以後咧每個國家就乜拱，好鬼多拱嘅。即係基本上咧，你啲導彈同埋啲核彈頭嘅導彈基本上可以刀槍不入做到咧就刀槍不入。咁呢個咧實際佢咧但係冇辦法，佢洗濕咗個頭，咁只有死頂啦。而家就係死頂，所以咧都幾好慘啊！嗰啲報紙又啄住佢嗰啲所有嗰啲知道主流媒體同佢嗌晒交噶嘛。咁就係趁佢一唔掂咧，就好多嘢講啦就攻擊佢。咁民主黨嗰邊咧又喺度吉佢。你要翻嚟國會攞錢咧，佢跟住民主黨咧就捉嗰個叫做戰爭部長你去問嘅。
搞到個戰爭冇得特，即係而家就直情係啲聆訊咧就變咗係嗌交，因為聆訊個戰爭部長又要攞錢噶嘛，又要每次你咁樣軍事行動使好多錢嘅喎，佢話講緊300幾億美金好似。係啊，你點搞？你都唔知打落去嘅喎，你要堅持落去，堅持落去要使錢嘅喎。即係美國咩都透明噶嘛，共產黨就乜都唔使講，根本就唔使同人民交代嘅。但係佢乜嘢都要透明啊嘛，錢喺國會手度啊嘛。咁你每次去攞錢咧，俾人搞到一面屁，俾啲民主黨噴到佢一面屁，又話佢你個係咪報少咗啊？係咪報多？即係喺度問得好嘅。咁你話大家激氣，即係呢啲壓力嘅人民睇到你咧，係咁即係間界啊！呢啲間界唔係好事㗎，間界即係話你個權力咧就唔係好穩陣所以佢都好尷尬呢個問題。最唔好咧就停咗，大家都鬧鬼佢啊！點解你60日之前咧，佢好有信心，以為咧佢真係可以談判，佢以為佢談判專家，點知你碰着呢班友咧，即係從中共呢個人咁樣蠱惑啊！你睇嗰陣時中共咧又識又你話嗰陣時蔣介石以為談判啦，談咗幾次卒之俾佢呃到成個大陸都走埋，就係呢啲友，呢啲冇得談判嘅呢啲友，冥頑不靈啊！呢啲。佢而家有大批嘅呢啲 F-35咧，係去做中東。係啊，F-35乜嘢都去晒嗰度，佢諗住咧喺個空中控制晒啊！咁你一出現咧，佢炸你，一出現就炸你，然後咧佢可以嗰啲地面咧就可以派人落去，就安全啊嘛！因為佢控制晒成個領空成個領空全部控制晒咧，就可以睇住有邊度你出現咧，佢就即刻炸咗你。但係呢個問題咧，就點都你點可以防止唔死人㗎？冇㗎嘛，邊有打仗唔死人㗎？咁今次琴晚嗰個三個棺材抬翻去嗰陣時，啲人民已經唔開心啦，即係睇到呢啲嘅，睇到棺材就梗係個個都眼淚流㗎啦嘛。就啲美國人最生命睇得太重，打仗佢可以諗住唔可以唔死人，邊有可能㗎？咁意思係話佢會唔會喺今個月內解決呢個問題啊？冇我而家啦，大概7月唔得，我睇佢如果好彩8月底咯。如果係好彩8月底，如果解決到嘅話，油價落翻嚟，跟住咧就嗰邊嗰個政權消滅咗之後咧，8月底即係俾多1個月佢，咁咧就仲可以嗰個中期選舉仲係可以，大家可以慶祝嘅。但係如果超過8月底就玩完，所以嚟緊呢個1個月非常之對佢嚟講非常之不利嘅。如果再死人嘅話，變成呢個嚟緊8月份係關鍵嘅1個月喎。關鍵嚟緊呢年嚟緊呢，而家到8月底一到9月咧就進入去選舉嘅啦嘛。咁對方梗係攻擊你啦，你又拉我哋去戰爭啦，拉個戰爭同我哋無關嘅，我哋都冇利益喺度嘅，又要俾錢又要死人。梗係咁樣鬧佢噶啦，咁你冇得你冇得擋啊嘛呢樣嘢。之前又話美國自己大把石油，又唔需要佢嘅石油。美國有大把天然氣，自己用唔晒，仲要出口添。咁你嗰個荷爾莫斯海峽咧，嗰啲船咧冇一架係美國船嘅喎，全部都係中東歐洲大陸嗰啲船喎，佢一架都冇。咁你保護乜鬼嘢啫？到底你無辜辜又去打人哋嘅戰爭，即係。美國人民咧，即係怕啲錢要打仗，又要錢，又要死人，又要講唔出原因咯。以前打得多啦，韓戰、越戰，跟住咧中東有伊拉克戰、阿富汗戰，點打到莫名其妙，到底得到乜嘢咧？乜都得唔到。乜嘢都得唔到，你睇下嗰陣時喺阿富汗走人嗰陣時幾鬼狼狽哎呀又死人啦，又好似俾啲人哋追住架飛機，好似俾人趕走咁樣好鬼狼狽啊！所以而家問題佢咪阿 Trump 又笑佢哋，笑拜登但係問題而家自己又少少即係泥足叫咩泥足深陷即係踩咗落去，隻腳掹唔到出嚟。係啊，真係慘。即係嗰啲人民就係咁講，我哋梗係知道佢好意啦。但係你講到最後咧，人哋嗰個話你嗰個情況咧，你拗唔掂啊！
你冇辦法回復啊，除非你停咗戰爭，但係停咗又唔掂噶嘛，呢啲唔停得噶嘛，停咗你會仲走。係好。咁講到伊拉克呢度咧，我想加，唔係，我呢個要加一加呢個問題咧。你講法啦，呢個問題咧，佢而家咧實在走投無咧，佢而家上咗一招啊，就係咧就同沙地阿拉伯咧達成一個秘密協議，咁咧表面上就俾佢做濃縮啊，濃縮鈾啊，濃縮鈾當然又可以攞嚟發電啦，係嘛？核電站啊嘛，又可以用嚟做原子彈，佢就同佢之合度同意喎。但係咧，沙地阿拉伯嗰邊咧應承好多嘢。第一，石油大量泵出嚟啊！沙地阿拉伯係嗰個叫做 OPEC 即係嗰個叫做咩？石油嗰個 OPEC 中文叫咩？嗰個叫做石油嗰個 cartel 中係咪叫 cartel？係 cartel 個頭嚟㗎佢。成個 OPEC 咧。OPEC 嘅石油係佢即係限量係佢話事嘅喎，咁佢如果出翻多組織咯，石油輸出國組織咯，實際佢班友就壟斷，咁佢可以話咧，我出多啲油，一出啲油價跌落嚟咧，阿昌就得米啦，咁你變咗油價一跌咧，佢呢個喺國內嗰個入油價又跌啦，咁所以佢同沙地阿拉伯嘅咧。有幾樣嘢嘅，因為沙特阿拉伯而家講到最後咧，就係而家係除咗美國之外啊，佢係出油最多嘅。咁有嗰個阿聯酋咧，又係出油好多嘅，所以基本上阿 Trump 咧，俾沙地搞濃縮鈾咧，就有條件嘅。佢幾樣嘢要幫手啊。美國嘅國債要幫手，美國而家國債咧，日本喺度，日本揸唔住啦，要賣啦，咁要有人接手嘅。咁沙地阿拉伯幫手接手，出多啲石油，幫成個油價降低啊！咁咧就唯一阿 Trump 就應承佢俾佢核濃縮啫喎，冇話俾佢做原子彈喎啊，冇俾佢做核武器喎。但係當到住將來你好嗰陣時咧，佢又可以有下一步，即係起碼第一步先啦。你都有咗核濃縮，將來咧可以話，我先做住核電站。佢又係真嘅做完核電站嘅。沙地嘅意思咧，即係話佢自己國內啊，佢想嗰啲石油出到嚟咧，用去提煉佢變成啲即係延伸嘅產品啊。咁你嗰啲要電噶嘛？佢做核電站又係有道理。佢如果人民咧用多啲電咧，用嗰啲核電咧，就唔使燒咗啲石油。而家佢燒啲石油嚟發電咧，實在係好嘥嘅。咁沙地阿拉伯咧，油多就氣少，天然氣少，但係油就好多嘅。咁而家咧，如果佢做搞核電站咧，佢可以出口多啲油，或者攞啲油嚟提煉。做啲石油產品，石油產品至大賺錢嘅。石油本身咧講個價錢咧，即係實際買原料。如果你有製成品賣嘅話咧，就更加好。所以佢又有理由嘅，佢唔係冇理由嘅。咁然後咧，下一步咧，如果得到美國嘅信心嘅話咧，就下一步就俾佢做核武器。咁你以色列已經有核武器㗎啦嘛，咁你同佢之間可以一個平衡啊。喺嗰度咧就話以色列。同埋乜嘢？而且沙地阿拉伯咧，佢賺咁多錢啊！佢嗰間係全世界最大嘅石油公司咯，叫 Aramco。咁佢成日賺咁多錢咧，佢唔想自己炒我自己嘅，即係唔想搞打仗啊呢樣嘅，即係避免打仗。即係一賺錢賺得多咧，就反而係和平嘅。所以佢覺得咧，就阿 Trump 覺得值得支持佢。以前拜登就唔好支持佢，因為咧佢有個華盛頓郵報有個記者去到佢哋沙地嘅大使館就俾人謀殺咗，見咗佢入去就唔見佢出嚟，咁咧就而家你講一路話要查呢單嘢，華盛頓郵報咁啊，美國郵報嚟㗎嘛，但係咧而家咧就阿 Trump 基本上咧就即係諗住呢件嘢就算啦，唔好再搞啦！如果你話殺咗人，話要追究嘅話，你話大陸有幾多人追究啊？要成億人都要追究，追究1億次都追究唔到，係咪啊？你冇得追究啊！有時啲嘢只可以即係向前走。